兄弟平安，礼拜要开始，请咱备办心，请奏乐。选调，我的心静静，专务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这是咱来吟圣诗，圣诗第二首。圣诗第二首，圣哉，圣哉，圣哉，请咱起立吟全首。咱用四道圣经告白咱的信仰。在三里对象用的话，求你
请坐，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你收拾阮台湾有各种的恩惠。虽然最近的病毒扩散，阮有时会惊吓，会忧闷，有时阁影响着阮社会的生活，家己的生活拢会拍乱去。主啊，阮的心有时惊吓，阮会不安。主啊，求你怜悯阮，也求你的圣手医治遐伫病房的病人，互伊会当紧紧恢复。也求你降福气，保守遐个医疗的团队，互因的心会当有平安。主啊，阮也为着国家来祈祷，执政的政府官员，主啊，求你互因有智慧、有信心。伫重要的时刻，会当谦卑来信靠主。主啊，互阮台湾会当有同心团结的共度难关，互阮的台湾的人民会当搁一日有平安快乐的生活。阮安尼祈求，拢是外靠主圣名求，阿们。即时的分享，咱要请印尼之友的佩珊理事长来甲咱做分享。哦，执行长。陈牧师、洪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歹势，我的台语讲了真无好啦，所以用国语较紧。谢谢陈牧师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回忆起我们这个协会、我们这个事工，从开始到现在，其实跟右昌教会有很密切的关系，跟陈牧师也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前面几分钟很快的，大家要走过一趟我们共同走过的脚迹啊。2015年，这个是我们协会在成立不到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办了一个特会，2位差派了印尼宣教师的牧师亲自的从印尼来出席，你可以看得到。最后我们呼召的时候，我们是请陈牧师那一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牧师那天选的诗歌是“这是我的手，这是我的心”，哇，我非常非常感动。后来我们马上开始了，在这个隆昌公园，就在这个外面的公园的服事，陈牧师亲自带着我走了好几个公园，我们到最后来选定这个小小的公园，但是那里可以找得到这些印尼看护跟老长辈，我们一起开始服事。2016 2月，陈牧师师母跟我们一起去印尼，这是开始做一个双向南岛宣教的一个对话。刚才讲到印尼宣教师来到台湾，从这一次开始的对话带来了台湾的教会派短宣队到印尼去，然后很快的我们在高雄大学，在这个活动中心、敬拜中心的对面就开始关心他们。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我们的协会来讲，我们设立了这个南岛资源中心，这是启用典礼的时候。陈牧师还有刘进展牧师代表教会界高福盟来参加，这个是一个产官学教会一起来启用这个办公室带来的这个73里面的43的这个连结。我们第一次到菲律宾，陈牧师师母也是跟我们一起去。这个是我们开始展开菲律宾的事工。
然后我们就去了印尼短宣。我相信，在座或者是你们的这个子女也有参加，真是很感谢神，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神仍然继续在带领我们，最终还是灵魂得救。你可以看得到这边有，在这几年当中，陆陆续续都有穆斯林的看护工，有渔工，还有新住民，还有学生受洗。你可以看得到，有在小游泳池、中游泳池，还有一个大海的大游泳池受洗的，有在教会里面。学生的关怀，我们甚至可以进入到学校里面，不是只是关怀学生而已，这是正式跟学校在学校的课堂时间，让学生来修课，不管是在高职或者是在科技大学，真是蒙神的保守开路，让我们这种关怀不是只是陪伴而已，而是帮助他们。譬如说那个主题是中文补强，其实就是等于是得胜者的这个中印版啊。那这个右边那个生涯规划工作坊也是一样啊，这就是高苑科技大学300多位印尼学生，这些都是原住民，不是侨生，他们都上了我们老师，这老师就其实都是宣教士上的。他们怎么样规划他们的人生，帮助他们思考他们的过去、他们的现在、他们的将来。我们在火车站前面，高雄火车站前面，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叫做 KFI 高雄南国中心，从火车站走下去大概5分钟就到了，在那里我们在提升这些移工，提供他们，譬如说学英文、学中文。学电脑，现在甚至他们可以在那里取得同等学历，因为他们这些移工从印尼来，有些根本他们那个9年的国民教育，他们有很多差得很远。我们甚至认识了一位，他小学学历只有1年，就是国小1年级的学历，他就必须要出来工作。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跟印尼教育部合作，让他们可以取得同等学历。你可以想象这些移工，将来他们在这边帮我们照顾我们的老人家，那么辛苦了，不管多少年，最多可能可以到14年。他们回去那里，他们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不管有新的技能，是提升的技能，还有学历，不再是小学毕业而已，说不定可以是就初中毕业，甚至高中毕业。我们真的可以帮助那个国家提升他们的人才素质，帮助他们在这个地方就体会到华人对他们的爱，基督徒对他们的爱。这个帮助那个国家那个国家大家知道，华人跟原住民之间基督徒跟回教徒之间那个张力一直都在。如果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帮助他们有一个柔软的心，有一个充满爱的心回去，相信可以翻转那个国家。我们也在这个地方发挥社区的影响力，帮助在高雄火车站前面那边的那些商家能够被本地人看见。所以我们办这些嘉年华，这些是有请到像印尼的副大使，菲律宾的大使等等，就是提升他们的这个能见度，希望这样能够在促进台湾人跟这些外籍人之间的一个很好的交流，彼此甚至可以有一天彼此欣赏，帮助他们的儿少，这些新住民的第2代，帮助他们也是翻转他们的家庭。我们看到有这样的见证，有浪子回头，因为看到有人关心他们。我们现在在营造对城市的影响力。我们透过我们跟6个大学，透过他们的大学社会责任的这个计划，
那是从教育部来的计划，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怎么样实践他们的社会责任啊。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彼此建造啊，对这个城市能够有影响力，最终扩张南岛的影响力。这个我本来是如果时间允许，我会放一小段的舞蹈。这个是差不多三四个礼拜前，我们跟台湾民主基金会一起办的一个南岛青年文化交流营，有20位原住民的青年，12位印尼的青年，8位菲律宾的青年。这些菲律宾跟印尼的都是我们去邀来的，这些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博士生、硕士生、大学生，让他们彼此交流、彼此认识。那他们一起跳这个原住民的这个风格的这个舞蹈，大家牵手这样跳。我说这个就像我们最近我们在做这个原汉合一同行回家，这个呢是南岛青年回家，因为南岛语族菲律宾、印尼他们都是南岛语族，台湾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回家，这看得真的非常感动。所以感谢主过去这么多年的带领开路，感谢右昌教会跟我们的这个给我们的资源，给我们的搭配，我们大家一起，愿神继续引导我们共同服侍的道路。谢谢。这是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但以理书第10章11节到21节。但以理书第10章11节到21节。恁来看，我来共读。11节，伊就对我讲：大大得着宠爱的人但以理啊，你着明我甲你所讲的遮个话。起来徛，因为我担找奉到你遮。你对我讲即个话，我就徛底记记带。伊阁对我讲：但以理啊，毋免惊，因为对你头一日专心爱明白，阁家己谦卑伫你上帝的面前的时，你的话已经得到听见。阁我因为你的话才来。若是波斯国的联军阻挡我21日，看有大联军的一个米迦列来帮助我，我就停伫遐，甲波斯遐的王做阵，等我来，是要互你明白你的百姓日后所要拄着的事，因为遮个异象悠久关系侪日。伊用遮个话甲我讲，我就面地，静静无讲话。看有一位亲像人的款望我的喙唇，我就开喙对迄位伫徛我的面前的讲：我的主啊，因为即个异象我真忧闷，直到我拢无力。我的主的萝卜怎样会甲我的主讲话啊？因为即时我的身躯拢无力，也拢无喘气。阁一位亲像人的款的来望我，互我有力。伊讲：大得着相爱的人，毋免惊，愿你平安。你着勇壮，着勇壮。伊一下对我讲话，我就得着有力，讲：我的主啊，请你讲。因为你已经互我有力，20节，伊就讲：你知我为何来你遮吗？当我要转去甲波斯的联军交战，我去了，看迄个联军要来，总是我要将记载伫真实的册的指示你，除你的大联军比甲列以外，
无一个甲我斗出力来拄断伊。以上，即是讲道，咱请王牧师，伊的题目是毋免惊，伊想赐你平安。感谢大圣，咱大家同心压头祈祷。想赐人平安的上帝，我感谢你，特别对拜二武汉肺炎对北部开始在传，真侪人因为这个因素受感染。就阮知，伫昨一日就有180个百姓就确认因得到肺炎。主啊，这个数目字互全国的百姓陷落伫惊吓的中间，陷落伫无平安的处境。求呢主，互阮平安的主，愿主你圣神是阮带领阮，通过今日早起你的话，成做阮的帮赞，成做阮的安慰，互阮心定着，心平安，互阮会当无惊吓，会当过定每一日。主，阮以今日早起将阮的讲坛来仰望你，愿圣神你是阮带领，伫阮今日早起的分享，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拢受着利益。愿主你是阮带领，阮今日早起的分享，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陈牧师、牧师娘咱的执行长咱的兄弟姊妹，中集大平安。我想，以这个时刻，你若甲你隔壁讲愿你平安，我想心内会得到真大的鼓励。所以，甲隔壁讲愿你平安。伫我昨要带小组进前，我去全联，要准备小组聚会的点心的时，我一入去。行到迄个泡面的所在，看一惊着，规排的泡面迄个架啊，只有无一碗有剩啊，拢卖了了。这么是啥物人要战争啊嘛？我看规排拢无啦，只有拢卖了。我说，那泡面则好吃哦，小敢拢卖了。然后这，你毋知有曾经有咧着惊无？有人会着惊啥物？夹蛇啊！看到夹蛇爬起来跳会叫有人会惊啥？惊悬爬一个楼梯会惊悬惧高症有人惊啥？惊看医生，看了医生迄领白衫着骹软手软有人看到啥物？有人看讲惊暗。惊暗啊！我记我细汉，阮兜的便所伫迄个厝的外面，若半暝要去便所，一门拍开，阮遐叫做暗门山猫啦暗门山猫，哇！暗要去便所，无去袂使，去阁会惊，目睭起用撞的，撞去去厕所，办法紧的用撞撞倒来这过程中间拢毋免几秒钟足勇敢的，会惊。然后这咱面对咱的处境，咱拢加减拢会惊啥物代志？正是咱最近对拜二开始，咱看新北市、桃园、台北、新竹，甚至到台中，迄个武汉肺炎得到的人数日益增加。造成台湾的百姓开始咧惊吓，而且这个肺炎伫进前咱台湾防治了真好，直到伫华航的机师去外国回来了后，一个探一个，佮探到空服员，安尼佮探出去。到三亚会，连三亚会会长去阿公店也有人知。我看迄个当伊日子歹过啊，因某毋知，拢知全世界、全台湾拢知影伊去阿公店。就是咱地方说，咱看到
台湾伫即个时期咧含了迄个惊吓的处境。咱当伊去年、前年肺炎发生时，嘛是有即个惊吓的处境。不过经过台湾的防治人员的处理的中间，互咱过着比外国更较平安的日子。这日子，互咱在东外时间真平安平顺。所以头前紧张，尾中的时阵啊，大家就疫情无较紧张的时阵，大家就放松，啊，大家对肺炎就无较需求较大。听讲真侪药局，你要买肺炎，搁要买酒精，就真搁买无啊。咱看到，当疫情发生的时阵，前年，大家咧消费肺炎，肺炎变迄当时上珍贵的物资。咱看东外来的平安，到现主时，搁含落伫迄个惊吓的中间。肺炎、酒精，搁大家咧一直咧买啊。所以，而且以咱的信用生活中间，咱面对即个互人惊吓的武汉肺炎的时，咱是要安怎处理的？当咱读到今日经文中间的内容，第一书，咱知影是南犹大历史发展的背景。你来看第二历史的第1章到第6章，当时真济南犹大的国家的社会精英受掠去巴比伦帝国，因参与着当时巴比伦帝国的政权的战术的工课。虽然用力，虽然因伫外国做外国的官员的幕僚，总是咱看到上帝嘛，甲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相甲伫地。虽然因伫外国受统治，总是这的以色列百姓无失去因的信心，上帝嘛无弃杀因，上帝嘛继续带领因。咱看到，甚至咱看到，但以理甲其他南犹大国家社会精英，伫个外国统治下面，因展现因的才调。因伫个外国咧服侍的时，互因的国家南犹大百姓无受搁侪灾害甲迫害。虽然受掠伫外国，总是因通过因的能力，通过因的外国的生活表现，犹原会让见证荣耀上帝。咱看到尾啊，巴比伦和波斯帝国来打败。古列王是当时波斯帝国开国元老。伊伫主前538年的时，这古列王将巴比伦帝国打败，并且借这个巴比伦帝国来消灭。当时波斯王古列伊登基做王第三当，上帝但以理一个启示的事实。这个启示的事实，就是将来有一个大征战。这个事实，互但以理感觉不安惊吓，所以伊就开始禁食祈祷。伊伫正月20之前，伊就用3礼拜21天的时间，用哀伤的心情，伊遐禁食祈祷。为什么讲到正月24？因为正月时段是以色列百姓因咧过盘过节的日，也意思讲，但以理伫盘过节前，就开始进行伊21天3礼拜的禁食祈祷。圣经咧记载讲，好的物我无食，肉甲酒无入我的喙，也无用油抹我的身躯。咱看到，但以理领受上帝予伊即个启示的事实，虽然予伊进入的惊吓中间，总是咱看到，但以理毋是遐惊，毋是咧惊尔，伊是追求上帝意上的旨意。咱看到，一般人要讨家己的欢喜，总是拢会想讲，
啊，我衫买较水的，哦，我去较好的餐厅啊来食面，来互家己食了欢喜。咱会去真侪所在，互家己舒适，家己心情欢喜，这种是人之常情。总是另外这咱看到，但是你伊追求的心意的满足，毋是伊家己，伊是伊追求上帝心意的满足。到底上帝对伊启示即个意思是怎样？伊要通过禁食祈祷21天，伊也向上帝祈祷。所以呢，另外这咱看到，规本但以理书的中间，你看到啥物？但以理常常向上帝禁食祈祷。伊特别伊今日经文中间，你讲啊，肉无入伊的喙，酒也无啉。咱看到油也无抹伊的身躯。但以理伫伊21天中间，伊用禁食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所以，等21天的结束，上帝就开始对讲话，上帝就开始启示。所以，另外这咱看到，但以理伊用3礼拜21天来禁食祈祷。上帝互伊看到一个人穿幼底布，这幼底布的质料是上顶上。伊圣经记载，这幼底布是上好布。伊是白色的衫，圣经记载，这幼底布白色的衫是祭司咧穿，天使，以及启示录记载迄羊羔的新妇啊，妇人人穿迄幼底布。但是你看到一个异象，讲一个人穿幼底布是白色的，以后佮束着乌金的带，是黄金做的带。伊的身躯亲像宝石碧玉安尼啊，光亮净透。圣经讲，这个人面貌像细拿，代表伊看到这个异象徛伫面前，这是充满透视甲审判能力。伊的目睭亲像火把共款。伊讲的声，毋是亲像人的声，毋是亲像一个人的声，是亲像真侪人讲的声，有点像海浪翻腾的声音，真大声，真响亮。总是看到这异象的人，只有但以理，甲伊做伙的人无看到。只有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总是去边仔人心内充满惊吓，就安尼走去。圣经安尼讲，但以理安尼看到异象，安尼翻译讲：剩我家己伫地，我看见这个大异象，身体拢无力，佮我水色变歹，到拢无力。另外，这咱看到，但以理看见上帝予伊异象的时，安那是伊毋捌看过异象，伊心内充满惊吓，毋知要怎样。迄当时的但以理，照你讲。是足需要人的支持甲陪伴，无过咧，甲伊做伙的人选咧选，倒咧倒，走到无半只，只有独剩但以理那尔。所以咱知影，一个人去承担迄个毋捌看过异象，迄个惊吓，只有一人。虽然咱看到圣经但以理书中间，伊真有迄文士替人解梦，伊真有迄属灵的洞察力去看见目前的局势。总是当伊看见这个异象的时阵，是伊毋捌经过的时阵，却伊这时阵伊充满了软正。圣经讲，但以理看到这个异象的时阵，就听见天使讲话，甲伊讲话声。伊就面趴伫涂骹，亲像困去啊共款，规身躯无力。圣经讲有一个天使，甲伊扶起来，互伊有力。伊整个的但以理书中间，
有4届记载着但以理防浮起来。为什么防浮起来？就是无力的状态防浮起来。所以，另外咱看到，这甲《使徒行传》记载保罗先生，伊往大马色路上，伊拄着各话耶稣伊迄个时阵，其他人拢听见迄个声，却是无看见人。以《使徒行传》的记载，只有保罗拍伫迄个涂骹。今日咱看的经文中间，但以理嘛是共款。就看见异象了，就拍伫迄涂骹，骹软手软，因为啦惊。了解圣神伫一个人的身躯顶行迄个新业技术，这异象，堪采是人毋捌经过，伊毋捌经过这个人中间，对伊来讲是一个惊吓。对当时的但以理来讲，嘛是毋捌经验过的，即个毋捌经验过的，倒来惊吓，因为毋捌会惊，毋捌会惊。就像咱伫聚会中间，咱会听到有人讲方言，有人会唱灵歌。对经验过的人，对受教导过的人，因知影哦，这叫灵歌，哦，这叫方言。不过对毋捌经验过的人，雄雄去听，雄雄去拄着这个时阵，啊，这是安怎？甚至有的人讲，啊，这哪敢当去启动哟？了解，的确，伊属灵现象有真济咱毋捌，因为这毋捌中间有人因为这毋捌爱惊吓。我会记我读专科的时阵。我互阮学生团契一个学弟，伊是台南中华天桥教会青年。有一天甲我讲：“学长，我带你来阮教会聚会好无？”啊，因教会真特别，礼拜堂换礼拜堂，礼拜堂另外一个所在叫做敬拜中心，嘛是类似咱敬拜中心，因叫做马可楼。迄阵时读专科10几岁囡仔，第一代基督徒。我讲好哦，我咧带你去恁的马可楼看卖。当我入去迄个马可楼住的时阵，迄当时我印象真清楚，入去马可楼的聚会所在头前有一排鞋柜，烫鞋啊，全部入去的时阵拢拍地板，无一个椅仔通坐。当我入去到迄个马可楼住的时阵，大家伊开始敬拜，伊开始讲方言，甚至牧师伊赶鬼，啊，有人就反应会起会叫。对一个装脚的囡仔，对一个第一代基督徒的我，入去迄个会场，我讲怎么是啥物情形？当嘿会惊呢，我会惊，我就随装出来。我甲我学弟讲，我要转去。哦，这个聚会我无啥习惯。这甲恁教会有呢，阮教会祈祷拢点字字啊，迄呼神飞过，佫有声。迄个台方言祈祷灵歌，甚至伊赶鬼伊有一个温顺的服侍的时阵，迄对当时的我是毋捌经验过，对当时的我非常的惊。啊，这是安怎？无知啊，无受教导，无互牧师教导这方面的常识知识，所以会感觉惊吓。直到我读新人的时阵，花莲嘉义山黄连新牧师带阮一阵新学生伫太平间教会举办特会的时阵，牧师有甲阮教，伊新人院的导师刘金章牧师嘛有甲阮教一寡属灵的现象。所以当迄届了，黄连新牧师带阮去太平间教会特会聚会时阵，就有方言祈祷，有唱灵歌，有预备赶鬼。迄些当时的我，都无像当时读专科的时阵，惊甲夺门而出啊！迄当时的我，迄读专科是叫做夺门而出啦，因为袂习惯安尼种硬叫的，毋知这是变啥物吼。
行甲撞出去，讲吼，恁迄做过，我袂习惯吼，恁家己来，好，我要转去啊。我真正是安尼。正是当咱读神学的时阵，受教导了，对这属灵的信仰的知识慢慢增加了，我就无去惊吓，不但袂惊吓，佮享受迄其中的主会带来平安。阿门。所以，这咱看到圣经的记载，但以理拄着啥物？咱看到讲，看有一只手摸我，互我的骹头污，甲手掌搭伫地面咧戳，伊就对我讲：大大得到痛疼的人，但以理啊，你着明甲我所讲这话徛起来，因为我打风车到你遮。伊对我讲即个话，我就徛起来义出。所以然后这咱看到，咱并毋知影当时但以理拄着即个异象的时，迄个甲伊讲话的人是啥物人？这是咱知影，这是风车来的。即个风车来对但以理讲话。这个人，以圣经来讲是使者。以希伯来文使者叫做马赫，就是风车意思。使者天使，以希腊文叫 angelos， 就是天使意思。就是这个天使受上帝风车来，这个使者，这个天使受上帝来差遣来，要成做安慰但以理的帮站。所以这个使者就对但以理讲：但以理啊，毋免惊，因为你对头一日专心爱明白，佮家己谦卑伫上帝面前时，你的话已经听去啊，佮我因为你的话切来。所以另外这咱看到，这个安格罗斯也是马赫，这个使者，因为但以理的祈祷，受上帝风车来到伊的面前。正是咱看到但以理啊，看到这个异象圣经讲义出，可见，迄当时的但以理是充满了惊吓。伊圣经讲有一个大人军，一个米迦勒来帮助我。而且咱看到，伊经文所有的记载中间，起码有两个天使、两个使者来对但以理讲话。一个是传话使者，一个是为以色列征战的使者。所以，伊圣经内底这个讲话使者就对但以理讲：我就停伫遐，甲波斯王遐王做阵。但我来是要互你明白，互你明你的百姓日后所要拄到的代志。因为这个异象要搁要关系一日，所以然后这咱看到，这个使者伊来是要互伊甲伊百姓要拄到的代志中间，要互伊明白上帝伊的中间要有啥物作为。所以咱看到这个使者伊将上帝意思启示互这个但以理明白。总是咱看到为什么使者天使会来？因为这个但以理伊祈祷句，上帝听到伊的祈祷，找使者来到伊中间。总是安看，这个但以理听见这个使者对伊启示，应该是真欢喜来接受。不过圣经讲伊却无力去接受，伊拢完全无力。所以了，这咱看到，伊圣经内底来讲，伊用这个话甲我讲，我就面吽伊我就面吽地，恬恬无讲话。但是伊接受使者对伊讲的时阵，伊就面吽地啦，趴伫涂骹。静静无法度讲话，会使讲一个人瘫软在地上。
所以然后伊属灵的经验中间，当这使者对你启示，毋是你想要听就听到。咱拢要有属灵的能力，要有属灵的气力，咱较会当听见上帝的使者对天来对咱讲的话。所以有圣经讲，有一个亲像人的款，蒙我的喙唇。一个亲像人的款，蒙我的喙唇。为什么讲伊是亲像人的款？代表这个徛在你的面前这，伊毋是人啊，就是伊亲像人的款。伊就开嘴讲话。迄当时但以理就甲讲：我的主啊，因为这个异象我真忧闷，直到我拢无力啦。伊讲我的主啊，伊毋是指上帝，伊是指对伊讲话即个天使即个使者。但伊就讲：我的主会落魄，怎样会甲我的主讲话？因为即时我身躯拢无力，也拢无喘气。咱看到但伊的回应，讲伊即时身躯拢无力，伊拢无喘气。然后这使者讲啊，佫有亲像人的款来蒙我，互我有力。咱看到这使者对但以理蒙伊，互伊就马上有力。所以了后咱看到，伊信仰中间，当上帝咧做工的时阵，上帝要互一个无力的人变有力，阿门。所以然后咱看到，伊圣经但以理书第10章2节讲，除你的大人君米迦勒以外，无一个教我斗出力来抵挡因。而且咱看到，伊讲除你的大人君米迦勒，而且讲到米迦勒，就是天使长的名。这是伫头前的圣经中间的记载，一直无讲到这个但以理讲话的人到底是甚物人，无讲到伊的名，总是以前咧讲到，这个就是大人君米迦勒。而且这个米迦勒就对但以理讲啥？大得到宠爱的人。咱看到圣经但以理书第9章，嘛有使者对但以理讲：你是得到宠爱的人。所以咱看到伊第9章对但以理讲话讲啊，我起头伫异象中所看见的人，加百列，奉命紧紧飞来，约要伫下午献祭时来蒙我。所以然后咱看到，这个加百列，伊伫下午献祭时来蒙但以理。所以咱看到，这个使者除了讲到加百列以外，就是头仔讲到一个米迦勒。听到加百列，你会想到啥物？你会想到，敢是想到耶稣出世的时阵，你甲各样的人去报大好消息，这天使敢是我叫加百列吗？是啊，无毋对。总是你要看迄个年代，对但以理到耶稣的年代偌久，500年久，也是意思讲，这个天使加百列，伊对但以理到耶稣出世的时代，这个加百列，伊已经500几岁。这个人讲啦，上帝使者无因为年纪的关系来影响因的服侍，无因为年纪来限制因的性命。所以咱看到这个加百列，伊就是迄传好消息的一个天使长。所以讲伊亲像人，总是毋是人。咱来看，以信仰来看，这个天使只不过是一个上帝创造的灵体。当伊要互人看见的时阵，伊就亲像人的样式来显示伫人的面前。
去当时显示伫但以理的面前共款。圣经讲啊，即个加百加百列呢，伊奉命紧紧飞来，紧紧飞来，伊无讲奉命紧紧行来，伊讲奉命紧紧飞来。所以了解，这互咱对天使阁有一个看法。天使毋是行来，毋是走来，毋是坐车来，伊是紧紧飞来。这互咱对这天使印象讲，天使亲像人的优秀，搁安那，伊亲像伊脚趾边有迄个一对翼共款。了解，对咧现代科技的咱来讲，迄天使有实无实，已经毋是要紧的，要紧是上帝通过这使者传上帝启示的信息。总是第一迄当时行甲拢无力。了解，今日经文让咱澄清一项代志，就是今日经文澄清迄有关日后末后的代志。迄当时犹太人受希腊政权的统治下面，因受迫害，总是因犹原会当伫迄个异象中间，伊谨ce祈祷，超找上帝的旨意。所以了解，面对异象，面对迄个圣洁的使者，人会全身躯无力，迄是真自然的反应。总是了解，伫属灵的经验中间，迄个属灵的经验，毋是要爱咱骄傲，毋是讲要提升咱家己的属灵的长处。像保罗伊讲，伊要受提。叫3天，了解面对一个信仰经验，当你有这个属灵经验，毋是要互人骄傲，是要互人更较谦卑，讲原来我是一个软正的人。这个属灵的经验是要爱我去服侍更较侪人，要互我经验一个拯救我的上帝。阿们。所以当咱伫地面上祈祷的时阵，真侪时阵是天顶嘛发生的事，上帝拢写伫伊的册顶悬。了解，真做基督徒的咱的人生是有盼望的，咱的历史的历史观嘛是有盼望的。因咱知影，上帝是早是伫地，现在伫地，将来嘛伫地。了解，牧师要所分享的，但你所拄着的经验。毋是啥物天灾地变，毋是亲像真的武汉肺炎，伊是拄着是上帝的使者徛伫伊面前，伊讲话，因为伊无迄个经验，伊会惊，伊会骹软手软拍伫迄涂骹，伊会惊是因为伊无经验。了解，伊咱信仰中间，咱面对武汉肺炎的时阵，咱会惊，亲像你的人生，你的身躯，你会惊某一项代志。像我会惊暗暝望山鸟，我会惊。有人惊啥？有人惊家蛇，有人惊大水狗遐，真趣味啊！前几工咱楼骹1楼迄个招待室，迄便所椅啊，迄册客起来，骹拢是白遐。咱的干事看者讲伊起啊，我讲发生啥物大代志啊，叽甲大声。原来是迄个白遐啦。伊甲我讲，牧师啊，我啥物物件就惊这啦。了解，咱拢有迄惊的时阵，惊的物件，惊的迄个时间，就是了解，只要咱安心相信上帝，等候上帝的时间，小做上帝的心意。我相信上帝要祝福咱听伊话的人。上帝要互咱的平安是盘过人所求所想，所以了解咱看到，真侪毋捌上帝的人拄着即个武汉肺炎的时阵，开始敢若世界末日了，敢若战争要到啊，就开始去超商去开始锁瓜锁话食物，敢若夭掉咧，水也款，物件泡面也款，到底款这会当食几工啊？你的武汉肺炎到底要冻偌久才会结束？无人知。泡面食了要安怎？无泡面要安怎？就惊吗？了解。然后上帝想出互人的
是一个平稳安静的心，互咱面对任何的处境的时阵，咱无惊讶。只要咱的心仰望主，上帝的神要赏赐咱的是超过咱所求所想的。只要咱对主有信，对主有渴慕的心，咱的确要领受是平安。所以，另外这伫咱的属灵信仰追求特会的时阵，啊，你看有人讲方言，有人迄，毋免惊，迄是因为你毋捌，毋是迄是妖魔鬼怪，是因为咱无受到教导，无即个常识。就像当时我去马可楼，行者撞出来，夺门而出。另这，伊属灵信仰中间，你若对主有较侪了解，较侪明白。你会明白，上帝中间所行之，就是平安。愿上帝赐阮祝福伫咱中间，咱同心压头祈祷。是阮听的上帝恩典的主，伫这武汉肺炎会发生的时，阮看见真侪无物主的台湾人，因开始去超市、去菜市，超买这个物资。总是主啊，这互阮显露一项事，人要用看会起的物资来成做因的平安，就是受你恩调祝福拯救的百姓阮。阮铁确相信，只要阮个人的防治、试验、纠正来保持，阮铁确会当领受上帝你予阮的平安是超过阮所求所想。愿主你神帮助阮。互阮的信仰中间，阮专心仰望我靠主，我靠主，互阮的心领受上帝你予阮平安，互阮的心目主神的，毋是社会，毋是新闻，乃是主你家己。阮相信，当阮的心目主神伫主你面前的时阵，主，阮亲像当时的但以理，超说上帝心意，敬谢祈祷。阮的确相信，主你予阮的平安。的确是阮所未后所未到的。愿主你赐阮祝福伫阮中间，今日才去领受。阮来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回应诗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咱起立吟全首。
是咱同心来公道。咱即是同心为着咱台湾武汉肺炎，咱同心来祈祷。咱为着咱的心领受主互咱的平安来祈祷。咱也为着咱台湾的这疫情的防治来祈祷。我想毋是来为着高阳，为着咱全台湾的所有百姓来祈祷。因为咱知肺炎得着肺炎，百姓若毋知四界走嘛是会得。啊，所是求主帮助咱，互咱一切防治有上帝赏赐的地位。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主啊，你就听我们祷告，施恩祝福在我们当中。主，我们将这一切都仰望你，愿上帝施恩在你，主你啊，看了我你这个肺炎人惊的时代，主啊，你互我的是上超过人阮所求所想的平安。主，求你互我台湾的政府官员地位能力来防治。这武汉肺炎，像早前一冬多前，祝你互这肺炎，这官员有能力共款，如今嘛，你互阮共款的这能力来成做阮台湾的事务。主啊，你帮助互迄得着肺炎的人，会得着及时的治疗，互因的身体会当恢复自然的健康。愿上帝你施恩带领，祝你祝福阮台湾，我们领受上帝你满款事务。我从这一切拢仰望你，愿相信你施恩带领，去保守阮的台湾，保守台湾百姓的心，会让你们主，会让得着领受上帝你平安福乐上帝。是阮听上帝，阮伫主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啊，伫这武汉肺炎人惊的时，你互阮这同心的兄弟领受主你话语的启示，互阮对主你的真理中间得到安慰甲鼓励。愿主你神帮助，特别阮为着这咱台湾防治武汉肺炎的陈时中部长甲伊所的团队来祈祷。愿主你帮助因，互因前怎样固守台湾的平安，如今嘛会愿用同款的气力来固守阮。虽然阮的疫情伫这几礼拜中间有摊开，总是主啊，你互阮会当及时来补破网，互阮台湾搁领受主你互阮前的平安，主互阮无陷落伫惊吓的时，主阮也恳求你帮助。你肺炎得到的病患，愿主你的神医治的气力临到伫因，互因伫迄病痛中，伫这肺炎治疗中，主你成做因的帮助，成做因的医生，互因的肉体会当通过治疗，日日恢复健康。愿主你受恩顾守阮台湾，阮来同心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请坐，即时请执事收奉献。按酒包内底有印尼之友协会奉献地啊，咱会当为着即个事工来奉献甲代祷。
奉献，拢会想着讲，这是你互阮的恩典。主啊，这个恩典拢是你互阮的。无论阮奉献偌济金钱，阮的服侍时间，拢谦卑，互主使用，正做教会的帮赞。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祝福车肯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愿上帝平安伴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你的心头念头，各愿全能上帝爸子圣神的恩典，点恁顶面常常甲恁伫地。请坐，绿岛、碧花。